那个西边第三第二个第三节往摆那里就往按到台北啊，佢到本家嚟長一嘅往北，當佢定長一往北講，一個台北出方宮嚟講啊，佢到西上帝，上帝啊佢話按多額嘅鐵人對付蟻、傻蟻、賺蟻按多嘅鐵人，有人就講你幫佢冇人救佢樣呐，佢就出嚟了冇救樣，冇人幫自己樣，但係出嚟個西邊三。第4節及第5節樣講到，但係上帝就係啱嘅定牌，你睇未講？佢就係保佑蟻，佢都係啱嘅避難所。當佢太太相信上帝，佢講上帝答應佢，到上帝答應佢嚟講呢，嗱當然上帝要佢統裁，當上帝佢統裁嚟講，到戰爭嗰個時期啦，佢嚟嘅兵馬，佢嘅兵馬戰爭啦，然後到台北嘅兵馬人，係一個呢個台北咪多咗方宮咯，呢個唔係嘅意思啦，透過呢個經濟啦，設計社經咪按到鐵人按到自己對付佢，然後就係交代設計白色困難痛苦，係當場係上帝，佢設計嘅救主，佢能夠幫助設計，佢設計嘅定牌，阿神嘅要謙卑嘅心嚟相信佢，求佢嚟到人，熱天嘅開路冇設計，但係設計多種特性，阿們。